哎呦我的妈！杨导，孩子们，你把手顶呢？也是为了点重要不啊？本来也不也，本来也本来，这我的。也一步一个是上海的一红果很多，你看。我两个摇了，我拿。你二十去了。这里好。喂，这找，哎，这要找，刚好找谷子。不了。你啥讲哦？我上讲啊，要不上。